钟声稀微的舞台，台文创作一路行来。作者陈洁民。了后，一直甲读研究所2年升3年休热期间，伫台南南昆新盐粉地带文艺营熟识一寡台文创作者。迄当阵，我伫参加文艺营的过程，激发我的灵感，煞写出一首台语诗《目屎的屈世》。坐伫边仔的朋友叶益莹，就捎介我熟识岛乡台语文学主编陈金顺，因两人拢予我真侪鼓励。岛乡提供我发表台文作品的天地，陈金顺嘛鼓励我提出勇气，向别个台语文杂志投稿，亲像叶种、连朝花、官网花、诗行等等，我拢捌投过诗稿。虽然我无写出偌济较好的作品通投，毋过这个台语文学杂志，伫我从事台文创作的过程中，拢予我真侪创作上的精神鼓励。尤其是鼓励新人方面，我相信岛乡台语文学将来伫台语文学史上必定有相当重要的意义，因为有岛乡这个提供创作者发表作品的所在，我才会开始认真写台语诗。上重要的是，我伫这个台语文学杂志看到济前辈的台文作品，甲真济和我同款初写台语诗，从来毋捌见过面的诗友的作品，总算袂感觉寂寞啊。有一种找到知音的欢喜，充满在心，所以开始重新投入。到今讲长实在无长，敢若3年外所发表的台语诗，我家己虽然无统计，我想小可会当看的作品，可能只有几十首尔。散文无甲5篇，小说甲单也无勇气甲时间来试。讲起来有影见笑，作品的数量实在真有限。若是要讲家己台文创作一路行来的心声，可能嫌伤早。毋过，我有满腹的话，想要甲我的朋友讲，就无去考虑安尼是毋是会互人笑啊。